那么到底这首歌曲有啥物款的这个内容，有啥物款的故事？来，咱今麦赶紧来要来欢迎邀请的是来自咱国立成功大学前台湾文学所所长李兴昌李教授，教授你好，新年恭喜！哦，大家好，大家新年欢喜吼。对。新年咧过啊，足紧的吼，即摆已经初几啊？嘿，今仔日已经是11啦。11啦。还有4天还算是过年啦，元宵还未过吼，拢算过年嘛吼。是。嘿。我会选这条歌吼，就是因为过年这几天的时阵吼，我特别咧找这个作曲家吼，柯照，伊的一寡资料吼，我是讲拄仔有一寡相关的物件，我是讲无今仔就来报这个柯照的。伊作曲的这条歌吼，参与合作的是因两个拢长期有合作关系，叫做郑志峰吼。即摆柯照的资料应该是慢慢吼，会搁较清楚，应该无问题。郑志峰到即摆还未找到伊的相关的资料，敢若知影讲伊可能住伫沙丁坡啦吼，到底伊的后代有啥物人拢无清楚。即摆唯一就知影是按照福州遐讲吼，伊甲我讲。郑志峰年纪吼是比这个叫做柯照要搁较大一岁安尼。柯照是1919年出世的，就是民国8年嘛吼。若安尼时阵，这个可能这个郑志峰搁较早一点安尼是安尼。这本来是迄阵的一出电影吼，电影的名就叫做《生死恋》。生死恋咯，伊的主题曲是这条。当然吼，伊这生死恋了，伊内面一寡插曲等等吼，尾啊。
即个台湾唱片，啊，就是讲考照伊家己的唱片公司有全部甲录音起来，但是迄剧情无录伫内底啦吼，主要是干那迄个主题歌在插曲甲录伫内底是安尼，即内底吼，迄导演叫做张青编剧是叶俊麟，即大家拢足熟悉叶俊麟甲另外一个叫做尤国谦即个尤国谦尤国谦即个演员即嘛足有名，即个刘青这有名。刘青捌替即个苦饼顶的小红唇有做女主角刘青，一个叫做陈勇即因的即剩的几个人都较无遐有名，但是其中有一个客串的足有名，就是迄个欧威这足有名。欧威啦对尾也有演一出咧，迄是华语的片啦咱主要讲这生死乱动是台语的片，拄着迄个欧威伊过身去啊嘛伊有一个叫做秋决，迄个或者秋决有嘛迄个电影就是欧威即个欧威伊来主演的。嘛甲演导呢？嘿对，头搭裤安尼是。头壳安尼，敢若前壳后壳安尼就对即伊的即个主题曲安尼就对我主要今仔要介绍有几方面来讲即内底唱的人叫做林淑慧我透过即个考照的即个伊的查某囝伊考照上大汉的查某囝是双生仔，伊叫柯碧桂甲柯碧云，迄云甲你的云共字的叫柯碧云因两个是双生仔，真早就互迄个即个迄个做考照甲因训练因开始尾也有5个姊妹拢伫这考照的训练下面每一个人拢有一个专长的乐器，其中有一个第4个伊的乐器特别晓几种安尼就对，像安尼迄个叫做柯平啦，这有真情你看，甲训练咧，大家拢我都全台湾去巡回伫咧演出安尼就对，因就是开始因即个双生仔迄阵出来时叫做这金蕉姑娘，迄个敢若一个迄个合唱团安尼就对啦，迄阵敢若2个人尔，尾仔伊就佫改名，伊阵我日本有一个迄个女性的即个做乐团足有名，伊若用伊也是按英文翻过就是土豆啦，叫做 The Peanuts Peanut 就是迄土豆嘛，对吧？因就用迄个名，因就叫做肉冰仔煮落冰仔煮就是大概即个名就对，迄就是因靠教因即个开始迄双生仔姊妹因的乐团安尼就对，所以伊训练，这考照本身伊是多元的发展，囡仔生真多，有8个查某囝，一个后生，好命，迄个叫做啥呢？伊即个叫做伊做的迄个做作的曲，原来真多，拢家己的唱片公司家己甲录音发行，伊开始台湾唱片，当然台湾唱片开始叫做中国唱片，佮改做女王唱片，尾仔就改做台湾，尾仔佮改做太王，几个名就对，伊就家己制作、家己编曲、家己作曲，才请一寡足好的迄作词家来伫遐咧创作安尼就对，伊培养足侪学生，伊也是一个学生真侪的一个老，所以是一个教育家。像我会记你讲台南三景台南三景，教授有捌介绍过嘛？是考照老师的作品。迄条歌是足水，迄苦饼顶作曲的，所以伊拢找迄足好的一寡作词家，电子风足好的甲伊作曲，伊甲伊作词，伊来作曲安尼。即个合作。我咧讲伊家己训练足侪即个学生来灌唱片实际上伊是台南人嘛，伊按日本转来了后的时阵，伊是踮台南一间中学伫咧教册，我问伊的查某囝，因查某囝讲可能是台南一中，但是我想想敢是，我尾也去拄有一个机会问迄苦饼顶的后生，柯胜夫先生伊就听我甲问讲，考照伫倒一间校啊？就是市中原来伊是台南市中遐咧教音乐就对啦。是。因为伫市中咧教音乐，我就
队中开始叫台南市中尾啊就是大成国中啊。是。嘿，拄啊地动迄天。2月初6对无？咱暗时迄点啊3点外。3点57分。我是迄下晡。差下晡时啊，差4、5点啊，迄阵的时阵，参迄个大成国中的校长见面。当然是佮请一个好朋友迄个叫做阮太太赛车载阮去安尼去找校长。即个好朋友就是地邦德。伊原来是文学馆的馆长嘛，尾也去做即个局长，教育局的局长，所以甲教育界拢关系足好诶。其拢足熟悉。我来讲一项代志，讲希望讲有法度的时阵咱台南嘛来甲成立一个科级的即个音乐纪念馆安尼。这校长伊嘛足欢迎的安尼着，因校阁有即个音乐的自由班呢。你好。因佫一个大楼就叫做音乐大楼迄种的。是。真用心。即摆就是讲迄日的新咧，因拄咧大兴土木安尼着对，规学校拄迄个过年暗最后一工去啊。因为过顿工就休困啊嘛所以无去找着因的人事资料。但是我讲99%应该是一间无毋对安尼着对我讲这就是要互大家了解科级开始是台南是教音乐，是中学的音乐老师。伊尾啊佫去台中。一个台中高工，伊也做过音乐老师。安尼尾啊，佫去到应该是新竹，还是我想乡袂啥记哩算有3间学校。迄当时嘛调来调去嘛。反正伊家己的官嘛伊感觉讲要过到啥物，是人介绍啦，啥物货伊有伫3间学校，有初中的，也有高中的，伊也教过册，所以实际上伊是。一音乐的教育家安尼就对。即摆去到台北了后的时阵伊变做个人的公司。伊家己迄公司有家己的乐团。即摆佫教学生开始来录即个叫做伊所作的曲安尼就对。因为伊人足严格，伊咧教学生嘛是足严的。因咧囡仔咧讲，迄阵安尼无准备好势会互即个爸爸修理啊，对对。讲足严的就对。所以逐个开始的时拢会感觉足艰苦的。但是因安尼训练因逐个讲迄个乐器演奏就足水的。基础拢拍足在，对对。因尾啊当台湾迄个叫做巡回外演唱，尾啊才去日本演唱足久的。哇！所以因后生甲我讲，因兜开始。有环境较好，就是因开始去日本演唱了，才较好一撮。无头前讲规个钱拢添落去即个唱片啦、制作啦各方面讲真辛苦。真辛苦。伊讲开始因当台北刷来刷去，讲迄阵拢共租厝，你知无？是尾啊，因为环境较好一撮啦，才家己有厝呢。所以这个科招这老先生像即摆无伫咧啦伊1919年出世的。到1980年的时阵，伊就过身去安尼今仔介绍即个林淑慧我听伊的迄一个查某囝来讲，这是因爸爸上尾教的学生。上最后收的就对上最后收的一个学生，嘛是讲伊足得意的一个学生安尼就对。安尼我尾去看伊真正有唱几啊条歌。尾啊，伊佫用另外一个名，当别间公司嘛，继续佫管唱片，管台语管华语的拢有叫做林峰，峰就是一个林一个木字边边佫一个做台风的风迄个风迄个风咱来白话是叫做饭啦，咱咧讲饭树安尼迄个叫做红记记有啊，秋天来搞红记记迄个饭树迄就是饭迄文音是读风就对风，伊嘛管几啊块唱片，而且将即个啥科招伊做的迄歌比安眠对象曲，像即类的伊甲翻做迄个华语歌，即个唱片我也无听着，我坐去甲因我昨下参因这姊妹甲因后生拢用来咧联络，马上因后生就随伫网络去找着一块，就是林峰的，就是我讲伊也有华语也有迄个台语，迄块拄啊是伊写国语歌内面的，
有这安平对象去，啊嘛有迄个吴振华迄个暗淡的月，啊但是用华语唱的，啊我讲你看别因昨已经马上下标，啊就得标吼，啊就标着。哇！我是讲卖唱片迄个人吼，较毋捌报啊，伊才卖200箍来，随买起来咧。哇！我讲啊买起来即摆吼，我较紧嘞，那迄个我原来听看觅咧，吼，我感觉迄是足有一个意义，就是讲就是林淑慧唱的吼，即林淑慧应该是本名，因查某囝讲，啊就来阮爸爸遐咧后做学唱歌嘛，啊暗时就甲我做伙困啊。我甲因带做伙就对啦，算安尼，啊所以关系足亲的吼，足亲的就对，啊因查某囝咧讲，因后生嘛咧讲靠少伊所教学生啊，拢甲因规个家庭吼，感情足好，足好，啊这林淑慧比伊的双生啊，迄个即个上大汉的吼，伊讲加几岁啊？我若顶下岁啦，加几岁啊，就对啦。差不多几年厝的安尼？哦，因查某囝是1952的。哦，1952。民国41年的。哦。啊，可能是民国40，还是民国39迄个斗安尼啦吼。若毋是3年级的，就是4年级初遐安尼就对啦。这是林淑慧就对吼。是。啊，听伊这歌声吼，确实吼。互你感觉流长寸断迄种感觉吼，啊，这内面写的内容我感觉足有意思，敢若一般咧讲的迄种叫做迄种养女的歌无啥，伊即个描写是一个养女的运命吼，啊，这养女就爱互迄养母吼，甲带咧四过世，啊，可能咧表演，啊，可能还是咧表演迄种团体安尼吼，你看伊安尼写吼，伊讲吼，阮的运命歹嘛吼。阮的运命歹还是歹吼，悲痛在心内，吼破病强迫阮上台，啊，都咧破病啊，啊叫我着搁上台去唱歌啊，啥物货安尼吼，啊养吼，因唱毋是唱养母，伊是唱养吼，伊讲养母无理解，你甲想咱若家己亲生查某囝的时阵吼，一般来讲拢是袂讲，啊，就你艰苦啊吼。拢会讲啊，无你休困一下安尼吼，啊，结果逼伊嘛是爱上台。啊，当然这凡是个其他的原因毋知影啦吼。伊讲你若无上台，啊，规个即个开天窗啊，啥物货吼，总是伫这囡仔的感觉内底感觉讲啊，伫咧破病啊，你叫我着去上台，所以是吼养母无理解安尼。讲到这，我顺便讲一个吼，真趣味的故事。靠少因这边吼，拢是查甫的这边拢亲生，这拢无一个生一个安尼一直生落。是。但是靠少娶这太太吼，伊太太啊，甲伊太太的妈妈，因拢是奉药的，拢抱来饲的。是。啊是安怎？这个靠少会叫杨三郎叫阿姑，就是按因太太这个关系才来。因太太是奉养的对无？对。啊，因妈妈叫做周梦琪啊，这周梦琪，这个周梦琪吼，伊就是迄个先嫁一个姓陈的，到底是嫁还是招的，我无清楚。总讲一句，伊生出来迄囡仔，就是这个做迄查某囡仔，就是尾啊嫁互靠少。因太太都对。嘿，即摆迄个这周梦琪是啥物人呢？伊嘛是去奉养的。嘿。伊拢因老爸吼，甲迄个养爸内面都养2个人，一个就是周梦琪，一个啥物人呢？一个叫做杨五成。讲杨五成无人知影是啥物人，但是你若讲杨三郎，大家就知影。所以等于讲吼，周梦琪甲杨三郎因2个是兄妹啊。无姐弟啊，算讲伊阿姊，迄是小弟安尼，所以因老爸实际上是抱2个，一个查甫的，一个查某的，查甫的就是杨三郎，查某的就是即个尾啊靠少的丈母，算伊的丈母，所以伊就当然缀即个太太叫杨三郎是叫阿姑，但是吼，即个杨三郎实际上年纪是参即个靠少。共迄年的，但减于几日啊？是。可能无减过1个月款啦，大概顶下月，但是时间可能无超过1个月。是。但迄阵轮回无轮辈无轮回嘛吼，所以就叫阿姑。少年阿姑啦。就是安尼就对。实际上即个有靠少会参太太结婚，
就是杨三郎介绍的。哇！吼，杨三郎熟悉即个太太迄阵咧上班，因约会是伫台南咧约会，所以伊即个太太就要按台北来到台南，吼，当时新竹是对个来到台南，反正北部来到台南，即个柯少就去车头等伊，等，就咧等女朋友嘛吼，尾也是太太，尾就写出足有名的夜半路灯，夜半路灯就是安尼啦，对，是安尼。哇，这个是另外一个。所以写讲吼，养母无理解吼，但是我看吼，迄个伊即个柯少因丈嘛这边的，虽然拢养的，但是因关系足好的，非常的好，安尼就对啦。介亲啦吼。所以伊这是讲较一般话讲养母的运命较无遐好，这毋是因靠家，还是讲算讲伊太太迄边吼，太太姓戴嘛吼，总共一句就是讲。无共款，所以伊写是一般得的吼，一寡奉养饲的时候，当较艰苦，是有即款的即个情形对。所以拖命甲你走东西，破病，你叫我去表演就去表演，甲你走来走去走东西，毋知阮情爱，伊这意思就是讲一方面伊感觉身体艰苦，另外一个伊敢若有一个敢若。意中的一个情人，安尼就对啦互伊也无法度有即种男朋友的安慰安尼，一方面就拖命去表演，一方面呢，伊心所爱的人，佫无法度通做伙。伊无稳定诶。线来讲对阮拍骂遮厉害。爱表演无介意的时阵，就拍就骂实在不应该即将迄阵的即个养女的一个运命来描写出来，而且即个养女较特别的是讲，伊是咧做可能咧唱歌啥物做表演。做表演变做讲毋是固定的一个所在，所以就刷来刷去，有一摆流浪的迄个感觉。对。第二拍伊就讲，一生阮无梦枉费迄个人。我无人，我心所爱迄个人，嘛无法度甲做伙，足枉费安尼毋知病体遮尔重，无人相疼痛。男朋友也毋知，因为无法度见面嘛，伊咧破病伊嘛知，又无当然无法度来甲安慰。除了男朋友以外，无其他的人关心嘛所以无人通疼痛安尼。拖命家己走西东，佮继续一摆参即个养母来走西东所以你也毋愿放，这个你实际上是咧讲养母、养庙即边的，看我安尼很艰苦，你拢毋愿放就对，无放互我安尼较轻松一丝啦。忍耐苦境10外冬，迄我足严重的，你知无过去饲有面盲生命无一个贴实的迄个。敢若活伫即个世间敢若咧做面盲安尼，这是第二趴。第三趴，这是阮运命到遮活袂成，即个成都爱读做成，安尼才有顶个韵，才有押韵就对啦这是阮运命到遮是活袂成，因为活袂落去啦，对对啦。阮是一个歹命囝，莫非天注定？你毋来叫出遐个名，毋敢哭出声。就咧叫迄个叫爱人的名，但是佫毋敢哭，这讲起压伫迄个心肝内底时实在是足艰苦啊。足不足的是，所以目前扑出你的影，放下也着惊。无法度见面，敢若我都想脑海内面有伊的形影，这形影想嘛无法度。即马迄个养母喊一声，就佫起行放下，无暂时莫甲你想，我嘛着继续去东西南北佫去走场，都爱佫去表演安尼，敢若讲伫个养母的即种的压制下面继续行。为着生活过不离三种。对即内底无啥望，到底什么时阵我都参即个兄做伙毋知，变成。因即个养母无要放安尼就对啦，所以伊是咧写即种的迄个运命就对即种的即个情，我顺续讲者就是讲，即个电子风伊参科少咧合作的时阵，有一个足重要的情形。最近伊的后生甲讲伊佫找着一批资料就对
迄阵伊咧出迄本五线谱的即个课集，大大本啊一本吼，迄内底也无摕着遮个咧。伊讲即摆才个顶在发现，拢是电子风的手稿就对。内底有真侪拢是吼，敢若是广播剧迄种的方式，当然是唱歌。迄内底我甲看的时有2寸吼，已经是唱片内面已经有出版啦。比如讲迄个做安眠对象客，安眠对象除了用唱的以外，也佫有一个讲用演的。用搬的。用搬，搬毋是使用舞台，是当迄个客盘内面，敢若广播的方式安尼。搬迄出戏上，就是杨丽花甲魏小。咱捌听过啊。嘿。吼，咱捌听过。甲魏小平，魏小平过身去啊。甲旧年过身去安尼吼。迄就是电子风写。即摆迄有迄个手稿。即我搁看，佫有罗声呐响。罗声响也无出版过迄个即种的刻盘嘛吼。所以咪足重要的一寡资料就对。即摆就是讲。科技的后代，希望所有这资料要关互咱台南市政府。真好。这就变做讲，所以阮即摆一直咧甲走总，希望较紧来甲成立即种的一个科技的音乐纪念馆，来收藏这个物件。是。而且伫即个5月的时阵吼，5月29吼，这互大家话知影，5月29的时阵吼，伫咱即个文化中心有一场大型的迄交响乐的迄种演出，啥物人的交响乐？柯照甲杨三郎，但拢讲因拢敢做歌谣，敢若演奏轻民乐尔。因两个拢有咧做这，但是实际上柯照去日本读册时，有去学，除了迄个唱歌即方面声乐以外，伊嘛去学交响曲即方面的，就西洋的交响曲迄类的。因迄怀指导的老师讲，你即马转去台湾吼，你千万毋通甲拢学日本的。你都要用恁台湾的音乐来做底底，开始来看面来作曲安尼就对。所以即个柯照转来台湾，到处去收集即种的做资料，音乐的资料。咱大人讲迄许长惠吼，有无？甲迄个甲另外一个足有名的教授吼，因去收集迄个去甲恒春，就去将即个单达甲挖出来对无？对。实际上上早去挖即个单达的，毋是别人，就是柯照。柯照迄阵就是伫中学咧教册啊，即马带伫咧读迄个高商的迄个文化，高商迄阵敢若在咧读高二啦尔款哦。两个人就去甲恒春，就是去拜访单达，去甲录音，去甲创啥吼，去甲挖出来安尼。所以开始即个做柯照伊台湾唱片的时阵吼，伊所管的几条歌，拢甲恒春有关系。内面上有名就是啥？就是咱即摆讲的思想机，靠边顶甲作词的，对吧？内面佫有一寡因迄恒春调啦，啥物货吼？迄就是迄阵去伫遐采录块音乐，照因老师的意思讲吼，用过这台湾的恁家本土的音乐做底底的发展音乐。伊开始就是用过即个做歌谣的方式去刻盘，慢慢伊无袂，伊袂讲无去，伊袂去讲因老师甲讲的吼，你若做交响曲啊等等，你都爱用台湾音乐做底底。伊尾啊真正有做一出吼，台湾迄个做乡土交响。嘛是死的吼，讲种迄类，就是用原住民的、好老的、客人的哇，真好真好。所以音乐做素材吼，发展者，即摆就改5月29，伊伫遐演出。伫咧文化中心遮啦吼，我们就拭目以待啦吼。哇，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敢若会当讲到遮嘛。但是咧，咱我感谢着咱的教授，今仔日甲咱讲着有真多，这拢是真实的吼。有关着柯照老师，伊伫咧过去伊安怎来制作这个音乐，佫有着伊的这个整个环境吼，咱会当佫较了解，对这首歌曲嘛佫较有这个佫较深的感觉伫咧。那我那要来请教到咱的这个教授，这个电影演的电影搬甲这内底歌词敢有相像？因为我无去看了这个电影吼，这个电影是在1965年迄卡刀的款吼，1965年，迄阵民国54年嘛，算讲足早的对吼。到底是搬啥物吼？我也无去做着即个影片，我反正我来问因的，这查某囝迄阵有看过的时阵吼，1965年因查某囝52的时阵
十几岁啊，13、14岁啊，迄阵毋知有看过有印象无安尼？好，大家了解一下，当然若有上新的消息，咱会搁伫咱节目内底，甲大家做着介绍，互大家会当知影。再一次感谢咱的教授，谢谢教授。咱明仔载才过来听这首歌哦，吼，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每一天像今日的同款，幸福快乐，平安顺利。我们明天见，再见，拜拜。